大家好，歡迎回到 Dubai Money Channel。今集內容我哋嚟探討，在杜拜有如此的多嘅人造島，咁作為房地產投資者的一員，我應該在哪一座島去選擇購買我投資的單位呢？因為在近3年啊，杜拜推出咗非常之多嘅不同人造島，咁大部分的發展商咧都有自己嘅島嶼計劃嘅，咁包括有呢個 Dubai Island、Emaar 嘅 Waterfront、Sobha 獨有嘅一個 island 及一些類似 Palm Jumeirah 比較大嘅島嶼社區等等嘅。咁在杜拜，因為近2年有非常之多嘅政府項目係經已推出嘅，包括話4倍大嘅國際機場咧，呢一個2.5倍大嘅棕櫚島啦，及一些全新嘅海皮嘅，所以導致話在杜拜有非常之多嘅人造島，導致投資者們不知道選擇哪些更好。咁我第一個建議就係2027-2028在杜拜即將會有賭場開幕嘅，咁位置係經已確認嘅。如果你想清楚了解，能夠在這個視頻以下留言嘅。咁凡是呢一些嘅島嶼距離賭場越接近，咁在未來佢的增值空間亦會更大嘅。咁當然越接近賭場嘅島嶼呢一些嘅房地產咧，價格普遍都比較高。咁亦都有一些內陸地區好嘅項目係值得去留意嘅。當你犧牲咗呢一個海景啦，或私人海灘的時候咧，咁當然內陸地區嘅公寓啦，又或者房地產每平方尺價係比較低嘅，但係相對嚟講，大家去到呢一個賭場嘅距離會係一樣嘅。咁如果你想了解有哪些更好的項目啦，能夠在這個視頻以下留言嘅，我會盡快聯絡你。咁在呢一度咧，稍為嘅去精簡3個島嶼能夠值得你去考慮嘅。咁第一當然係 Ras Al Khaimah 嘅 Marjan Island 啦，因為畢竟2027年個 Wynn Resort 及賭場咧即將會開幕嘅。咁據聞咧係在2027年嘅第一個季度㗎。咁 Marjan Island 係最接近Wynn Resort and Casino 嘅島嶼啦，所以在這個島上嘅所有房地產咧都有一個非常之好嘅增值空間嘅。咁除此之外咧，最近 Sobha 在 Marjan Island 隔離咧，亦都推行呢一個人工島計劃嘅。咁 Sobha 這個項目係剛啱推出，新鮮滾熱辣，所以非常之多嘅好嘅選擇及好的價位讓你去參考嘅。而第3咧，我個人咧會首選 Dubai Island， 因為點解 Dubai Island 係由3座島嶼所形成嘅，所以這個島嶼普遍面積比較大，並且政府經已建立全新嘅道路去接通這個島嶼，確保未來個道路阻塞嘅情況係不會發生嘅。而呢3個主要通道咧，有2個嘅通道係經已開放供大眾使用嘅，而另外一個通道咧係在建設當中嘅，所以 Dubai Island 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選擇啦。並且現在每平方尺的價格啦係比較Dubai Marina 又或者係 Palm Jumeirah 平咗大概4至5倍。所以如果你想了解在杜拜有什麼更好的島嶼能夠供你參考並且投資的話，歡迎在這個視頻以下留言㗎。